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Ocean Knowledge，我係 Josie。提到動物世界嘅潛水高手，大家會諗起乜嘢生物呢？根據目前嘅記錄，抹香鯨 Sperm Whale 就可以潛到1000米深嘅海底，每分鐘就可以落到320米深。喺抹香鯨嘅學名入面，種名源自希臘文，係大頭嘅意思。喺世上已知嘅所有動物入面，抹香鯨嘅大腦最大，大約7.8公斤重，比人類嘅大腦仲要重5倍有多。抹香鯨主要食烏賊同深海魚，可以生存超過70年。佢哋分佈喺全世界不結冰嘅海域，有明顯嘅季節性遷徙，亦都有複雜嘅社會結構同埋豐富多變嘅溝通聲。有趣嘅係，抹香鯨只有左邊嘅鼻孔暢通，用嚟唞氣，而右邊嘅鼻孔就天生阻塞。不過佢哋嘅潛水時間好長，可以喺水底留成個鐘。換言之，喺海面上嘅活動時間唔多，但係佢特殊嘅外形同埋左邊鼻孔嘅噴氣，就令到佢冇咁易同其他大型嘅鯨類混淆。小説或者電影成日都將抹香鯨描述成強壯威猛、會攻擊船隻嘅動物，但係事實上，抹香鯨面臨危險嗰時，多數會選擇逃走。當佢哋意識到有危機，就會將頭部探出水面窺視，同埋緩慢咁旋轉身體，睇清楚周圍嘅情況。一旦確認有危險，例如虎鯨出沒，抹香鯨就會好快咁加速游離嗰一個海域，或者潛落深水。群體中只要有一條抹香鯨逃走，其他個體都會跟住行動。以前捕鯨業盛行，抹香鯨係重要嘅捕捉對象。一方面係因為抹香鯨有品質好好嘅鯨蠟，亦都即係鯨腦油，可以用嚟保養皮革或者製成蠟燭同埋潤滑油。二嚟喺抹香鯨腸道嘅蠟狀物質龍涎香，可以用嚟製作香水嘅固定劑、香薰、香料同埋特殊藥材等。現今全球估計有10幾萬條抹香鯨，而喺台灣嘅東部，每年5至10月通常會有抹香鯨群體回游經過，希望有機會一睹佢哋嘅風采啦。下一集再為大家介紹其他海洋生物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